作者簽 DJAX 故事夢幻島千版 0.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34集，關於創造神界宇宙皇族，為了想完善 X 系統或其他神界科技產品開發，研究需要聘請大量的共同參與開發研究者。如一經獲得聘請，你們可以選擇你們的原居地保持不變，上班或維度升遷受邀，請在研發的工作單位上班。關於原居地保持不變，上班你可以自由活動，可在你們原有地的生活環境自由安全地共同參與神界科技開發，每日即至少有1000港元或以上的報酬。處理和答對複雜的一個問題會有1000港元或3億美金封頂報酬。公司是按每條問題至少有1000港元的報酬，關於複雜問題或會是3億美金封頂報酬。另外，你們一經聘請有基本的薪金收入，公司會傳送發放每日工作金錢給你們，還每日4餐會在指定時間按你們當地貨幣傳送給你，這是你們當地的真實可使用的流通貨幣。公司會按照指定比例的維度薪金發放薪酬。關於大額的獎金，個人銀行帳號是即時收不到轉賬金額。你們一經聘請後會收到一個神界公司電郵，是 X-Mail 的電郵，寫明一聘請，還可以填寫基本入職資料，還可以填寫銀行資料方便出糧。日後可以申請一個商業銀行帳號，方便可以接收本公司發放的大額每日獎金和薪酬。